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翻頁人生，我係 Yvonne Lin。今日同大家講下權力的48條法則第13條，請求幫助時訴諸對方嘅自身利益。呢條法則其實係人性嘅精髓，唔好以為求人就係講感情、講兄弟情誼。其實最有效嘅方法係揾到對方真正想要咩，然後將你嘅需要包裝成對佢有着數，咁人哋先會肯幫你。先講下一個經典例子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有個叫切薩雷波吉亞 （Cesare Borgia） 嘅權謀家，佢想請一位有實力嘅將軍幫手打仗，但呢位將軍之前同佢唔啱 key， 仲有啲心病。如果波吉亞走去話我而家好需要你幫手，大家齊心協力啦，咁只係訴諸感情，對方未必會理你。結果波吉亞好聰明，佢揾到對方其實最緊張自己地位同利益，於是同佢講：如果你今次幫我打贏仗，我會俾你一個更高嘅官位，仲可以保障你家族嘅利益。將軍一聽，發現原來幫波吉亞自己都着數，於是即刻答應，仲幫佢打出一場勝仗。你睇下，唔係靠感情，而係靠利益，先至可以真正說服人。咁仲有一個例子，講緊美國開國元勳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， 佢有個政敵成日針對佢，富蘭克林冇直接同對方攤牌，而係揾個機會主動請對方借一本珍貴嘅書俾自己睇。對方一開始都唔想借，但係富蘭克林就話：你呢本書咁珍貴，我都想學下你嘅眼光，睇下點解你會咁欣賞佢。對方聽到有人欣賞自己收藏，覺得有面子，最後都肯借咗俾佢。之後兩個人反而變咗朋友。富蘭克林就係識得揾到對方想要嘅，即係認同感同面子，然後用嚟換取對方幫忙。講返現代職場，呢個法則真係日日用得着。你諗下，有時你要同其他部門合作，或者想揾同事幫手做啲唔係佢份內嘅嘢，如果你淨係話我好趕，幫下手啦，人哋未必會理你，甚至覺得你係麻煩友。相反，如果你識得包裝下，揾到對方嘅利益切入點，成件事就唔同晒。舉個例子，假設你係 marketing 部門工作，想揾 IT 部幫你快啲整好個網頁，你唔好淨係話我 deadline 到啦，快啲幫我搞掂。你可以咁講，其實今次個宣傳活動如果做得好，公司會加大預算落嚟，之後 IT 部都會有多啲資源同曝光。到時我都會同老細講，今次 IT 部幫咗好大忙，大家一齊攞 credit。咁樣對方聽到覺得幫你唔只係幫你，自己都有着數，仲可以俾老細睇到自己部門嘅貢獻，咁就會積極好多。點樣實踐呢一條法則？其實最緊要係換位思考，唔好淨係諗自己想人哋幫咩，反而要諗下對方最在意咩。可以係升職，可以係曝光，可以係學到新嘢，甚至只係想俾人認同。你要揾到對方嘅按鈕，然後將你嘅請求包裝成對佢有好處，唔好怕直接講利益。有時人哋反而會覺得你坦白，易啲信你。總結返第13條法則就係話，你知求人唔好靠感情牌，最有效係揾到對方嘅利益點，然後將你嘅需要同佢嘅利益連結埋一齊，對方自然肯出手幫你。呢一招無論你係打工仔、老細、做生意都啱用。嚟到互動時間啦，你有冇試過用利益說服人幫你，定係你成日用感情牌，結果人哋都唔理你？快啲喺留言區分享下你嘅經歷啦！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俾你啲朋友。下集我哋再拆解下一條法則，記住唔好錯過啊！多謝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